南市传出有教保员私下请咧做法警的朋友翕影片，点名查甫囡仔搁甲管教，这是引起家长的质疑。教育局认为讲，这个教保员虽然讲无威胁的意思，也毋过呢，这款做法有影是无啥妥当，所以处分这个教保员就要去上演习课，而且交报告。不想待在教室就来警察局。我每天都会问老师。就是这支影片，警察穿制服问囡仔敢有乖，若无想要踮入个教室，就来警察局，互囡仔有够惊。台南一间幼儿园因为囡仔较活泼，教保员讲袂听，就去找司法警的朋友来录影做临时演员，直接点这个囡仔的名，甲教师。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妥当，因为他还那么小，那他没有办法去判断事情的完整性，不适当啦。那如果说以他用警察身份、用劝导的，或者是用那个比较好一点的方式的话，我觉得还要 OK。大部分的家长感觉无妥当，教育局有接到通报去调查，认为教保员的做法确实无适合。对实务的角度，过去确实有类似的教育方式，不过即马幼儿教育是愈强调同理心，也法警录影做临时演员，恐惊嘛会违法。所以我们一直很强调，就是要用同理心。要当下小朋友的情绪如果不稳定的时候，老师用这种恐吓式的教育是能够马上收到立即性的效果，但是它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最终的认定是这个案件，虽属轻微，但老师在相关的正校管教职能上有必要再去做精进，所以也责令老师必须自主进行管教研习3小时。的确违反了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里面对于幼儿身心虐待或是呢为其他不当对待的暴力行为，会有这样的疑虑。用警察来甲囡仔吓惊，对囡仔的身心发展恐惊是负面的后果。记者台南报道。